那另外一件受关注的政治消息，就是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10月13要投票。今日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前总统马英九都拢去基隆甲谢国良徛台，目的就是要甲这无同意罢免的票取出来，帮助谢国良甲伊市长的位收起来。 大家迎接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到位，因为郝龙斌侧伊跳广告暖当地表示，陪过人市长谢国良斗阵参香，也替伊加油。因为国民团体发起谢国良的罢免案，国民党连续有重量级党内人士来到基隆为谢国良徛台。谢国良强调，市府拢是依法行政，也希望无动伊的罢免票用冲关。10月13号要面临这一场选举的投票，所以再一次的。 要请我们的郝市长来帮国良加持。郝龙斌认为，包含这群代理公司乌西前市府官员的案件已经起诉，司法的胜诉显示罢免理由已经无存在。不过，前基隆市长林佑昌是批评谢国良的执政表现，正是罢免案的源头。谢国良必须要提出政绩来回应市民，若无对着基隆的发展是无帮助的。 谢国良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有超过4万人的基隆市民站出来联署，要来对他进行罢免。他应该真正的来好好的面对基隆市民对他不满的点是什么？到底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罢免？谢国良真的从来没有在乎过市民的需求是什么。市民需要的并不是一台会抛锚的机车，更不是随意铺设的人工草坪。 发起罢免案的国民团体是希望国民党会使好看一下市民提出的罢免理由，莫甲他提到东华商场案件甲厂商的纠纷来暗看对市民的伤害。柯市长被检调约谈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对台湾、对于台北市绝对是一个折伤。我当初捍卫金华城市民权益这件事情，现在证明这是我一个光荣的印记。 除了罢免案，各界也关心民众党主席郭文铁遭到关押禁见的后续效应。对此，郝龙斌是讲，郭文铁的行为已经让台北市受伤，所以感觉有点仔遗憾。对着是不是希望郭文铁全身而退，郝龙斌是回应讲，尊重法律，祝福伊。记者综合报道。